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每個星期同九哥見面嘅時間啦。早個禮拜我哋做個預測，納指會見頂回落10000點，咁眨下眼已經跌咗1/4，曾經跌過2500點。上個星期亦都估計 Nvidia 會跌出10大市值，咁佢話晒都由高位跌咗10幾個%下曾經。今日呢一集我哋會集中火力講 Tesla， 因為 SpaceX 嗰個 IPO 可能會成為引爆成個 AI 泡沫嗰一支火柴。我哋今日嘅題目係 SpaceX 嗰個 IPO 係唔係馬斯克王國最後嘅煙花呢？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開始。好，首先我請大家大力點讚先。今日嘅市場呢係出現咗一啲呢非常奇怪嘅現象。SpaceX IPO 嘅消息，各界焦點全部放喺股價會升到幾高呢？呢個問題呢係非常之多人去討論嘅，但冇人會問最核心嗰句：你買股票啲錢喺邊度嚟㗎？今日我會話你知點解呢個 IPO 好大機會係一個陷阱嚟呢？根據舊年12月嘅消息 ，SpaceX 佢加速推進今年6月 IPO 嗰個進程，目標估值咧甚至講緊去到2萬億。呢個規模咧係咩概念嚟呢？當年沙地亞美上市咧嗰個集資嗰個都係大概300億，而家 SpaceX 要籌成750億美金嚇，籌嘅款咧多到要用股市各個板塊咧分別咁去抽水。另一邊廂 OpenAI 同埋佢哋 Anthropic 咧都準備今年去上市。喂，咁多巨型嘅獨角獸同一時間搶錢，邊個埋單啊？喂，散戶埋單啊？大戶散水啊！大家要睇真啲數字。根據翻 SpaceX 喺5月20號提交嘅 IPO 招股文件咧，舊年全年錄得虧損咧接近50億美元。雖然個營收係上升咗好似20-30% 左右，但一隻蝕緊錢嘅獨角獸用接近18000億估值去上市咧，係咪似曾相識啊？喂，同當年嗰啲 Uber 啊、WeWork 啊早排咋上市前嗰啲都係咁嘅套路嚟嘅，結果係點啊？今次呢個 IPO 嗰個時機咧都幾吊詭㗎。標指啱啱首次突破咗7600大關，市場上嗰啲人工智能啊、晶片相關嘅股票咧，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咧增長咗有啲幾倍嚇。歷史上每一次呢啲咁嘅巨型大 IPO 出現嘅時候咧，指數喺高位嚇，結局多數都係血流成河。上市嗰日就可能係股民嘅最後嘅逃生門。股市咧有一個慣性嘅規律，喺市場最癲嘅時刻咧，就係內幕人士最中意出貨嘅時候。SpaceX 呢次個 IPO 咧係喺4月已經開始部署，本來係可以再等，但係睇到伊朗問題又惡化緊，股市又已經開始癲，所以馬總即刻都要計翻啱個時間，相信冇得可以再推遲，等唔到 AI 泡沫再吹大啲先骨水啊！成個 AI 泡沫裏邊咧，如果話輝達係嗰個引擎咧，咁 Tesla 應該都係包住引擎嗰層最脆弱嘅糖衣嚟㗎。最近華爾街開始出現一個趨勢喎，Tesla 嗰啲分析報告咧，紛紛都係由買入持有變成好多都賣出。我求其都揾到幾個，我逐點拆解佢嘅結構性嘅問題。第一就係業績崩壞啦，連續2年嗰啲咁嘅銷量咧，啲車嘅銷量下滑。電車嗰個王座都已經唔見咗㗎啦。第二就係嗰個盈利能力嘅急劇咁樣惡化，現金流嘅壓力巨大。舊年年底個純利咧就暴減70%，得返4億幾美金。汽車業務收入同比跌2成，同時就馬總仲要大搞人形機械人啊、咩 robot taxi 等等，全部都係燒錢嘅無底深潭。現金流壓力有幾大？大家自己諗下。Tesla 嘅估值咧係極度荒謬，目前嘅預測市盈率去高達400倍，係標指成分股裏邊第2高，遠遠拋離第3名。不過分析員對呢隻股票咧都唔會講估值㗎啦。Tesla 曾經吹噓嘅 FSD 呢個咁嘅護城河咧，家陣其實已經都接近冇咗㗎啦。分析就顯示，比亞迪都有 FSD 相關嘅技術，同 Tesla 嘅差距已經縮窄到都唔夠1年。
再過2年，比亞迪會令 Tesla 所謂嘅技術領先日價咧，就一夜之間就完全蒸發。真正令到 Tesla 跌入深淵嘅，唔單止係競爭對手，仲有佢馬斯克本人啊！根據研究報告，舊年馬總佢深度涉足政壇，令到 Tesla 呢個品牌嗰個價值蒸發咗超過150至200億美元。車廠大班搞到消費者唔想買呢個品牌嘅車，仲有冇得玩？我哋總結翻呢個第2段咧，就話 Tesla 個基本面，無論係從銷量、利潤、技術嘅優勢，定係品牌嘅價值，都處於全面喺度惡化緊嘅狀態。400倍嘅市盈率咧，唔係對未來嘅信任，而係你行到去懸崖邊咧，個最後一口氣嚟嘅。喺基本面全面惡化嘅情況之下，馬斯克做咗一個非常極端嘅決定。佢話唔玩電動車啦，全力轉型做呢個 AI 同埋呢個機械人公司。呢段呢，我哋會集中分析下呢個轉型嘅策略同埋嗰個風險。第一，今年1月佢就將第4季嘅財報喺嗰個電話報告嗰度咧，就親口就宣布係時候咧，就令到呢個 Model S 啊 Model X 咧都光榮退役啦。加州嗰個工廠嗰個生產線咧將會全面改造，用嚟生產 Optimus 嘅人形機械人啊。長期目標係年產100萬台。呢個決定等於正式宣布 Tesla 放棄咗高端電動車市場嗰個領導地位。第2點就係話，舊年年底馬斯克曾經親口將 Robotaxi 嗰個目標大幅下調，由原本計劃覆蓋美國1半人口，收窄到剩返8至10個城市，預計去到年底前咧達到幾千台 Optimus 嘅目標，亦都大幅咁樣縮水。佢每次下調啲目標嘅時候，都係將嗰個股價嗰個支持咧一路咁樣拆走一塊塊磚。就算係佢講緊嗰個所謂1萬億嘅薪酬方案咧，喺舊年11月嘅時候得到 Tesla 股東以超過3/4嘅贊成票，批准馬斯克一份總值近1萬億美元嘅薪酬方案。其實大家有冇睇清楚一個內容啊？如果你細心睇下嘅時候，你就知道佢攞呢個人工咧根本係冇可能嘅。包括佢要每年咧交付2000萬輛汽車，生產100萬台人形機械人，呢啲目標咧係荒謬到一個點啊！知唔知全世界汽車市場一年可以先得大概8至9千萬輛車嘅生產 ？Tesla 要自己出1/4，呢份唔係薪酬方案嚟㗎，根本就係發緊夢。佢只係想俾你哋知道，佢真係好有野心，係大到根本冇可能㗎。但係就係咁，你哋先去買佢呢隻太空夢幻股票，因為佢話俾你聽，我係好有誠意嘅。終於而家我會明白佢係諗緊咩嘢㗎，即係等於你走去見工，你同見工嗰人講，我可以幫公司帶嚟1億，我做咩要信你啊？你係咪吹水啊？呢2年馬斯克開始大力宣傳 Tesla 咧，唔係一間汽車公司嚟㗎，係一間科技公司、AI 公司呢啲咁樣嘅論述。實際上係一種轉移視線嘅策略。當電動車銷量下跌 ，FSD 再冇優勢，品牌價值蒸發咗嘅時候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開一個新嘅故事俾投資者繼續追夢。呢個故事就係人形機械人同埋 Robotaxi， 佢會徹底咁樣改變世界。佢講咗咁多嘢，你信佢幾多啊？好，我又做一個段落嘅總結。馬斯克嘅最後一搏，與其話係戰略嘅轉型，不如話係一場絕望嘅賭博。賭 Tesla 嘅未來唔再係車，而係 AI 同埋機械人。但問題係呢張台嘅籌碼係太大，而賭局成功嘅概率係非常之接近0。好啦，咁成個大局又係會點呢？點解我會喺呢個時候呢個時間點開始寫 AI 泡沫爆破終局嘅開端呢一個系列呢？最後呢幾點講下整個宏觀格局同埋最終嘅結論咯。AI 資本開支咧已經達到咗一啲警戒線，有齊晒泡沫年代嘅先兆，
今年5巨頭嘅 AI 資本開支將會高達7000億美元，佔美國 GDP 2.4%。呢個增長嘅速度已經逼近歷史嘅警戒線。點解最近會有新聞講啲大科技公司有啲帳目開始俾人睇到有問題呢？嗱，當 AI 股飆升過高，科技股嗰個納指經常都會出現高位震盪。嗱，呢啲都係泡沫爆破嘅標準形態。舊年11月，納指單月最大跌幅一度達到9%。早2個禮拜，我話納指可以從高位下跌1萬點，呢幾日唔夠1個禮拜都跌咗2500點，叫做完成咗1/4，嗰度差唔多8-9%。呢啲唔係一啲健康嘅調整嚟㗎，而係泡沫爆破前嘅預演。大家以為跌咗落嚟再升返上去就冇事，其實個泡沫只會吹得更加大，直到好似當年思科喺2000年創新高之後，足用咗25年先至返得到家鄉。而家你買股票肯唔肯揸住等25年？最近我發覺美國有一個投機工具就係叫做預測市場嗰個 prediction market， 佢咧而家咧係加劇咗咧金融市場嘅波動。估值嘅工具變成一種博弈嘅工具，呢個就係喺2024年嘅時候，美國總統大選之後，呢個預測市場唔單止咧成為咗主流，仲開始蠶食緊呢啲線上運動博彩嘅市場份額。但係呢個本來用嚟預測呢個特朗普會唔會當選嘅工具咧，家陣係俾人攞嚟咧推高股票嘅估值。我第日有機會同大家講下。當某啲股票嘅價格唔再反映基本面，而只係反映預測市場預測會升啊呢種咁嘅現象咧，呢種引導式嘅投機就會加劇咗調整時嗰啲人踩人嘅效應。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好簡單嘅事實：2000年 .com 泡沫爆破之後，納指跌咗接近80%，要足15年先至收復失地。或者你會話今次 AI 唔同啊，九哥有盈利支持啊，但係關鍵嘅問題係呢一刻到底係似2000年啦，定係似1998年啦？有人就話即刻咧就會爆破啦，你揸重貨梗係話98年就九哥仲有排升㗎。你頂得住好似呢2個禮拜咁樣跌，你就會變得更加強大。我成日都同人講㗎，如果你唔離場，你一定會將你贏到嘅錢咧，全部輸晒。經驗之談。而家最大嘅問題係3大獨角獸，即係 SpaceX 啊、OpenAI 同 Anthropic 咧，全部集中喺今年排隊上市。市場嘅資金係會被極速咁樣吸乾，由嗰一刻開始。AI 板塊嘅資金會快速咁樣流出 ，Tesla 呢啲高估值、低盈利嘅股份咧，係會最先被人斬倉。以後我唔會再講股災來了，因為呢一個浪應該已經大到冇辦法再逆轉，係嚟嘅始終都會嚟，今次一定走唔甩嘅。等於半年前我睇比特幣會見頂，而家已經腰斬咗一半啦。諗下點解螞蟻融資同埋嗰啲 SK Hynix 嗰啲都準備招股，契弟走得摩啊！多謝大家睇到最後，今日講咗 SpaceX IPO 嘅陷阱， Tesla 基本面嘅全面惡化，馬斯克想轉型嘅策略嗰啲咁嘅巨大風險，同埋整個 AI 泡沫爆破嗰啲咁嘅宏觀嘅考量。我唔會喺度俾任何嘅市場建議，因為呢個咁嘅系列純粹係分析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但我可以同你哋講一個數字，納指 .com 爆煲嘅時候跌咗77%， Tesla 會跌幾多呢？我自己做嘅預測同系列上一集關於 Nvidia 嗰個結論差唔多，都應該會跌8至9成，係跌到你唔信，跌到你迷信。最後引用我喺呢個系列開頭寫過嘅一句：今次唔係股災，係一個大浪嘅終結 ，end game。揸咗貨就可能要等好多年，好似思科要等25年先至可以翻到身。大家小心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
九哥會繼續同你跟進環球市場宏觀發展。鍾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想掌握更多投資同埋財富管理資訊呢，片尾我哋有視頻介紹我哋嘅 Patreon 社群。每個星期都有 ETF 清單做分析，馬上就加入九哥話嘅 Patreon 啦。另外，如果想支持我哋嘅製作更多好視頻，以及了解九哥更加多嘅私人嘢呢，快啲加入九哥話嘅 YouTube 會員專區，就喺視頻下面撳掣加入就得㗎喇。多謝大家支持啊！